Hello,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在新西兰独属于毛利人的学校教育系统 Te Kuta Kaupapa Maori。在毛利语中 Kuta 是学校的意思，它也有血液血统的意思，而 Kaupapa Maori 是一种毛利传承的概念，所以连起来 Te Kuta Kaupapa Maori 就是一种用来传承毛利教育、语言以及文化的教育体系。那么 Te Kuta Kaupapa Maori 它的历史又是怎么样的呢？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我们要先回顾一下毛利人在新西兰的历史。毛利人曾在新西兰作为原住民，而历史上他们的文化和语言曾遭到打压。随着英国殖民者的到来，毛利语曾经被严重的边缘化。当地的毛利孩子上学大多数以英语为主，而毛利语在这历史长河中在逐渐的消失，越来越少的人正在使用毛利语。直到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毛利人开始意识到了语言和文化的危机，毛利社区发起了语言复兴的文化运动。许多毛利人在这当中开始思考如何创造一个可以支撑毛利语和毛利文化的教育体系。于是在1980年左右， Te Kuta Kaupapa Maori 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在这期间，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 Hoani Waititi， 他作为其中的毛利教育先锋之一，也是毛利语复兴的坚定支持者。 Hoani Waititi 是一个非常深受毛利文化启发的人，并在文化复兴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了毛利教育改革的象征。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 Hoani Waititi 感受到了毛利文化和语言的传承面临着很深的危机。许多孩子因为在学校无法说毛利语，练习毛利文化而感到迷失，丧失了文化身份认同感。 Hoani Waititi 相信毛利的孩子就应该在毛利的文化和语言中成长，学习自己的文化，来加固自己的文化根基和民族自信。他开始积极地参与推动毛利文化复兴，推动毛利语言教育改革，成为了新西兰第一个开设毛利语言学校的教育者。1981年 Hoani Waititi 和其他的毛利文化支持者一起建造了一所纯毛利语教学的学校，而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给毛利孩子一个沉浸式的完整的毛利文化教育体系，帮助他们在现代教育中保持文化认同感。Hoani Waititi 的学校不仅是语言的传授，它还是毛利文化和价值的实践地。通过这些学校，毛利孩子们接触到了自己的语言，感受到了毛利文化，学习到了毛利历史、艺术、传统和哲学。而 Hoani Waititi 的思想深深地影响到了新西兰如今的教育系统和理念，毛利语言教育得到了复兴，而 Kuta Kaupapa Maori 也形成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教育体系。它其中有6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正是 Te Kuta Kaupapa Maori 教育理念的核心，帮助孩子们在传承毛利文化的同时，有一个全面的发展自我的机会。第一个核心内容就是 Te Ira Tangata， 它的意思就是人类本质，用毛利人的整体观来看一个孩子的成长，而教育就应该专注于孩子的整体发展。所以第一个核心部分除了强调学习知识，孩子的其他方面也非常重要，就如同之前我们在传统毛利的健康概念中讲的 Whare Tapawa 那样，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由精神、感情、身体以及家庭4个方面所组成，而这4个方面又深深地连接着大地。那么第二个观念就是 Te Reo，Te Reo 就是语言的意思。这一条就是为了更好地让儿童们传承并且关注自己的毛利语学习，让自己更有民族认同感。第3个就是 Ngā Iwi，Iwi 就是部落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社会。在这一点里面，它聚焦的核心是与儿童互动的所有人，来帮助学生们在社会结构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下面一条是 Te Ao，
也就是这个世界。这一条涉及到学生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一些基本真理，以及这些真理对他们的学习生活产生的影响。下一条叫 Ahuatanga Ako， 也就是学习的环境。毛利人认为学习的环境对于学习至关重要，而在这其中，家庭环境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好的学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不仅仅局限在学校里，家庭环境也同样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最后一条也叫 Nga Chenauratanga， 它定义了毛利学校希望培养的学生特质，并且关注毛利学校毕业生的以后发展机会以及成果。这6个方面集体组成了 Tekula Kaupapa Maoli 的核心价值观，它旨在全面的支持学生的发展和成长。而今天 Tekula Kaupapa Maoli 不仅保护了毛利语和毛利文化的传承，也让毛利这个原住民在新西兰的土地上保持了自己的价值观，并且让他们的文化得以复兴。通过 Hoani Waititi 等一系列毛利教育先锋的努力，毛利教育系统在现代教育中得到了重视，并为全球的多样性做出了贡献。那以上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期所有内容。如果你也喜欢毛利文化，欢迎你在评论区底下留言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Ka kite ano